唔知道睇緊視頻嘅你有冇做外賣騎手嘅呢一行嘅？嗱，琴日咧我落樓倒垃圾，啱落樓咧我窒住咗，整整5、6個騎手，身上着住各家平台唔一樣嗰啲工裝，全部紮堆守喺個店門口，大家都耷低個頭，不停喺度玩手機、刷手機，隔幾秒就刷新睇有冇接單，有冇新嘅頁面，時不時擱高頭睇一睇接單個屏幕，面上咧成面都係焦慮感。哎呀，我睇見心裏邊都真係覺得唔係滋味。前2年各大平台瘋狂打價格戰，喐下就上千億個補貼，係咁掟落去，吸引咗800幾萬人註冊做騎手。平台註冊嗰啲騎手啊，差唔多2000萬人。本來以為係多咗一條揾錢嘅路喎，結果個呢個補貼熱潮過咗，後遺症全部出晒嚟。目前所有外賣平台加起嚟，一天最多係1.1億份訂單，即全國咁計下，行業測算就只係需要400萬嘅騎手就能夠可以承接呢1億幾嘅訂單嘅啦。咁即係話計啊，足足有1600幾萬嘅騎手屬於多餘運力，市場早就嚴重飽和啦。你知唔知而家內卷到咩程度啊？一份訂單至少5個人都搶住接，配送費直接斬一半。唔少短途嗰啲訂單配送啊，甚至都唔到2蚊雞。騎手能夠接到個單就越嚟越少。唉，為咗湊夠收入，每日上班時間從原來8粒鐘，而家做12個鐘都未夠啊！付出更多嘅時間，到頭嚟到手嘅銀兩一路仲要向下跌。同樣嘅時間要跑更多嘅路，捱更多嘅嘢，賺更少嘅錢。呢個就係而家騎手嘅真實現狀。但係以前跑外賣係為咗揾錢，而家跑外賣係為咗生存落去。唉，呢句話道出咗千萬騎手嘅真實處境。佢哋唔係唔想換工作，只係到咗呢個年紀啦，又冇學歷，又冇技能，除咗跑外賣，好似冇咩特別啱佢嘅。外賣行業之所以湧入海量嘅騎手，並唔單單係當年嘅平台補貼大戰吸引而嚟，更多係從業者其實係被其他行業踢出咗市場。外賣只係佢哋臨時兜底嘅一個過渡就業嘅選擇。補貼嘅熱潮不過係加快咗大家入行嘅節奏。其實騎手個困境啊，同我哋普通打工人嘅處境係一模一樣。你係想徹底扭轉當下呢種行業困境，絕非易事啊，注定係一段漫長嘅過程。真心希望整個社會能夠多啲關注下外賣騎手呢一類最底層嘅勞動者、普通人嘅揾食狀況，更加唔應該只係依靠呢一種缺乏保障嘅工作去艱難支撐，唔應該叫人攞時間同埋體力去換微薄嘅收入。辛苦付出咗，你應該俾人見得到，俾人重視，俾人善待。